大家好，我係港財哥。今日我哋要拆解一單表面風光但底層邏輯極度兇險嘅商業大局。大家睇下 NVIDIA 依家個市值高達3萬億美金。老王黃仁勳每次行出嚟著住件標誌性嘅黑皮褸，威過威士忌，全世界都覺得佢係 AI 時代唯一嘅大贏家。所有搞 AI 嘅科技巨頭都要排住隊攞住大疊銀紙求佢俾貨。但係大家如果認真去睇下 Dwarkesh Patel 最新嗰條個多鐘嘅訪問，你望真啲老王個樣，聽真啲佢講嘅每一句說話，你會發覺佢字裏行間透住一股好深層嘅首富焦慮。佢喺個訪問入面係咁重複一句說話，佢話必須有嘢將電子變成 token， 仲話 NVIDIA 係全球每亞生產 token 最多嘅架構。大家留心聽清楚。佢唔係話自己算力最多，佢係話自己 token 最多。一間明明係買 GPU 買算力起家嘅硬件廠，點解無啦啦要重新定義自己做一部印 token 嘅機器？點解佢要急住轉軚洗底？原因好簡單，因為老王比任何人都早睇到一個極度殘酷嘅商業真相。AI 呢場世紀大戰嘅權力，依家已經硬生生被撕裂成兩半。一邊係美國死死壟斷嘅算力霸權，另一邊係中國瘋狂輸出嘅 token 產能。呢兩種權力根本唔喺同一個維度上面，誰都食唔到誰。而 NVIDIA 原本以為自己係通殺嘅莊家，依家先驚覺自己夾咗喺中間，變成咗一塊兩邊都唔討好嘅夾心餅。到底呢個資本雞棚係點樣搭出嚟？點解話老王隨時會被班科網巨頭過橋抽板？跟住落嚟，財哥同你打開本真實嘅數簿，逐筆拆解。我哋先睇美國嗰半邊天。喺美國 AI 嘅底層玩法，講白啲就係一門超級地產霸權生意。最新嘅權威數據顯示，亞馬遜、Google、Meta、微軟同埋 Oracle 呢5大科技巨頭夾埋手揸住全球67%嘅 AI 算力，呢個數字喺18個月前仲只係60%，即係話資源越嚟越高度集中，上行趨勢完全睇唔到有減速嘅跡象。呢5大巨頭有一個好人尋味嘅共通點，就係佢哋自己未必係落手落腳做最頂尖大模型嗰個。除咗 Google 自己有 TPU 加 Gemini 算係例外之外，其餘4間嘅核心身位根本就係一班揸住算力收租嘅收租佬。微軟靠 Azure 雲端服務租算力俾 OpenAI， 亞馬遜靠 AWS 同自家嘅 Trainium 晶片將 Anthropic 綁死喺身邊。Oracle 就借住 Stargate 星門項目切入 OpenAI 嘅基礎設施版圖。Meta 就自己瘋狂做晶片留返自己內部狂用。最近仲同 Broadcom 簽咗一吉瓦嘅自研晶片超級大單。咁邊個係呢班收租佬嘅客仔？就係嗰班表面好風光嘅前沿 AI 實驗室。你睇 OpenAI 之前融資用咗1000幾億美金，有亞馬遜投嘅500億，有軟銀投嘅300億 ，NVIDIA 又加碼投多300億，睇落好似好巴閉，資金無限。但你打開本數簿計下條死數。我以前做生意，最明白租金、燈油火蠟同人工嘅硬成本賬本，呢啲全部都係計死數。你估 OpenAI 融返嚟嗰幾百億美金去晒邊？佢哋每融一輪錢，帶頭都係要乖乖地雙手奉獻返俾嗰5大收租佬。點解？因為要俾高昂嘅算力租金咯。呢5個收租佬，同時係佢哋嘅投資人、供應商。兼且係同佢哋傾條件嘅談判對手。呢個資本局完全係將啲 AI 創業公司撳喺地下摩擦。你諗下一個香港商業場景，就好似會計師留核索，Audit Firm 發現條數爭咗幾千萬填唔返，CFO 滿頭大汗。點解填唔返？因為每個月將算力單一飛埋你，幾千萬美金就咁無聲無息燒咗。OpenAI 啲數簿入面嘅大頭支出就係咁樣，全部入晒微軟同其他地主嘅口袋。喺呢個地主同租客嘅遊戲入面，NVIDIA 睇落去絕對係最大嘅贏家。
佢拎住2026財年大約1150億美金嘅數據中心收入，市值企穩3萬億美金以上。但老王心水清，佢深知呢個身位其實極度脆弱。佢喺3月份嘅摩根士丹利大會上公開講，NVIDIA 投資 OpenAI 嘅300億同投資 Anthropic 嘅100億，好大機會係最後一筆投資。點解咁講？因為2個月前佢先將嗰100億美金壓住落 Anthropic 度，點知 Anthropic 轉過頭就宣布加大同 Google TPU 嘅合作，即係話老王真金白銀俾出去啲錢，人哋攞咗去幫襯你最大嘅競爭對手去研發同使用非 NVIDIA 嘅算力，呢個就係商業世界嘅無情同真實。Anthropic 唔可以只依賴一家晶片供應商，佢必須分散風險。而 NVIDIA 嘅客戶結構本身就高度集中，全球算力版圖上面真正買得起大貨嘅大戶就係嗰5間美國巨頭。當中國市場因為禁令而基本蒸發之後，剩下呢5個超級大客，每一個都比 NVIDIA 更想向上游置埋佢份利潤。Meta 自研晶片，亞馬遜有 Trainium，Google 有 TPU。微軟同 Oracle 壓住 OpenAI 嘅自研 Titan， 一間買嘅公司發現所有買嘅大客都起緊自己嘅兵工廠做。講到呢度，水真係好深。如果你覺得財哥拆解得夠通透，麻煩順手撳個熱推，俾個鼓勵財哥繼續爆大鑊。我哋繼續深潛落去睇下另一邊嘅世界。睇完美國嘅地產霸權，我哋將個鏡頭轉返嚟中國呢半邊。中國嘅玩法完全係另一個邏輯嘅平衡宇宙。中國前4大雲廠商阿里、字節跳動嘅火山引擎、騰訊雲同百度智能雲，佢哋全部都同時做緊2件事，一邊買算力，一邊做自己嘅大模型。阿里底層係千問，火山引擎底層係豆包，騰訊雲底層係混元，百度智能雲底層係文心。中國嘅雲廠商因為大環境同競爭格局，只能夠同時兼任業主同租客。佢哋自己做算力，自己做模型，自己消化產出，最後將 token 作為唯一嘅商品賣俾下游企業。算力、模型、應用呢3層被同一間公司完整食晒，整條價值鏈上面只剩下一種嘢可以作為商品出貨，就係 token。阿里係呢個鏈條入面最典型嘅代表，佢哋 CEO 吳泳銘喺內部備忘錄入面定下核心使命，就係創造 token、輸送 token、應用 token。阿里喺3月底發布 Crane 3.5 Omni， 緊接住 Crane 3.6 Plus 喺全球平台 OpenRouter 上面以每星期 4.6 萬億嘅調用量登頂全球大模型周調用量冠軍。吳泳銘喺財報電話會上面講咗一句震撼華爾街嘅說話，佢話企業喺消耗 token 嗰陣，已經唔再將佢當做 IT 預算，而係當做生產資料。大家要明白 IT 預算係成本項目，係每年老細實想盡辦法去優化去撳低嘅對象，但生產資料係投入項目，係為咗擴張業務去賺更多錢嘅本錢。一家萬億市值嘅中國公司 CEO 喺財報會話俾資本市場知 ，token 已經由支出變成咗經濟活動本身。政策層面更加係早早定調，國家數據局將 token 翻譯成詞源，仲稱之為智能時代嘅價值錨點同結算單位。中國日均調用量突破140萬億，2年增長超過1000倍。流量係互聯網時代嘅血液，而 token 就係 AI 時代嘅石油。喺 OpenRouter 平台上面，中國大模型嘅 token 調用量連續多個星期壓倒美國模型。Kimi 發佈唔夠1個月，短短20日嘅累計收入已經超過咗月資暗面成個2025年嘅總收入。智譜 GLM5 喺春節期間因為流量爆單，甚至要公開尋找算力合夥人。呢啲唔係公關宣傳，而係真實嘅海量訂單撐爆咗個產能。你記下條數，對比一下中美結構差異。美國嗰半邊算力係核心資產，token 只不過係算力運行嘅副產品。
中國呢半邊啱啱相反 ，token 係最核心嘅商品，算力只係用嚟生產 token 嘅原材料，定價邏輯、商業模型、公司估值全部圍繞兩種截然不同嘅嘢展開。大洋嗰邊囤積咗海量算力，但源源不絕嘅 token 卻係由大洋呢邊瘋狂產生。反到去 Dwarkish 條博客度，你就明點解老王咁焦慮。老王出一個5層蛋糕嘅理論，話晒產業分5層：能源、晶片、系統、模型、應用。佢話美國必須喺每一層都領先，否則就係滿盤皆落索。佢仲特別提到，如果 DeepSeek 嘅下一個版本首發喺華為晶片上，對美國嚟講會係一場災難。呢啲說話串埋一齊聽，意思已經呼之欲出。老王嘅焦慮唔係來自中國追上嚟呢種虛無縹緲嘅皇冠敘事，而係來自一個極度明確兼且埋身嘅商業困境。喺美國嗰半邊，佢面對5大超級收租佬，佢正在失去議價權。喺中國嗰半邊，token 生態正在以驚人速度要過 NVIDIA 建立一套新秩序，佢正在失去入場券。美國嗰5大客拿走咗全球60%幾算力，佢哋既係最大客戶，亦係最強對手。每家都自己搞晶片 ，Meta 簽 Broadcom， 亞馬遜靠 Trainium 拿下 Anthropic，Google TPU 蠶食粉啊！當你嘅客同時係你嘅對手，當你個市場高度集中到只剩低5個買家，你嘅定價權就定係一個慢慢被陰鉗蠶食嘅過程。而中國嗰邊嘅 token 生態要過 NVIDIA 更加係致命。DeepSeek V4 蓄勢待發，喺華為騰 950Pro 上面跑訓練同推理，完全唔行 NVIDIA 條路。阿里、字節、騰訊為此批量落單幾十萬片華為晶片。每當 Crane、Kimi、Minimax 每星期產出幾萬億個 token， 每多跑一日，華為晶片嘅裝機量同行業式配套就漲一日。更恐怖嘅係，呢啲模型嘅用戶正喺全球擴張。Minimax 主打$1跑1小時 AI 數字員工 ，Kimi 海外付費用戶反超國內。當全世界無數開發者嘅預設技術棧開始有 NVIDIA 慢慢切換到華為或者其他國產架構嗰陣，NVIDIA 喺呢條鏈路上連一粒螺絲都插唔入。面對呢兩個死局困境， NVIDIA 過去半年做咗2步極端嘅棋。第一件事，佢親自下場做自己原本唔應該做嘅產品。3月份 GTC 大會， NVIDIA 連發世界基礎模型 Cosmos 3、機械人系統 Isaac GR00T、自動駕駛 Alpamayo 1.5、開源大模型家族 Nematron，甚至連量子 AI 模型 Ising 都出賣。老王親自定性話 AI 成為量子機器嘅操作系統。呢堆發佈夾埋傳遞嘅信號極度危險。英偉達不再滿足於只係做晶片，佢要做模型、做操作系統、做物理世界嘅模擬器。一個買嘅人突然開始自己搶住去挖礦，唔係因為佢貪心，而係因為佢深深感受到中美兩個結構同時喺度擠壓緊佢原有嘅生存空間。第二件事，佢強行將公司嘅核心指標由算力遷移到產出，將電子變成 token 呢個比喻佢講咗無數次。佢將 NVIDIA 形容成全球每亞生產 token 最多嘅架構，一家將核心指標由算力改成 token 嘅公司。其實已經兜彎承認咗呢個時代真正嘅硬通貨到底喺邊度，但係承認問題唔等於解決到問題。佢手頭上堆 GPU 本質上始終係生產算力嘅機器，唔係直接印 token 嘅機。佢喺2個結構入面都做緊表面上啱嘅事，喺美國擴張上游，喺技術棧鎖住開發者，但呢啲動作都無法改變一個最底層嘅基本面。算力同 token 根本唔喺同一個平面上。一家只生產算力嘅公司，無論點樣用盡財技同公關去重新定義自己，都冇辦法同時具2種權力。淨係做個買佬，已經再無可能令 NVIDIA 高枕無憂。總結成個 AI 時代嘅權力結構，
依家已經乾脆利落咁斬開兩截。美國嗰半邊玩緊地產霸權，5家超級收租佬坐喺全球60%幾算力上面，前沿實驗室全部淪為租客。呢個結構入面，算力係硬資產，估值邏輯係地皮面積乘租金。中國呢半邊就係超級工廠，4大雲廠將算力、模型、應用強行壓成一條流水線。Token 係唯一可以出街買錢嘅貨物。呢個結構入面 ，Token 先係硬通貨，估值邏輯係產出量成單價，兩種結構互相無法吞。美國嘅算力地主冇辦法直接殺入中國嘅 Token 工廠，因為有政策監管、生態壁壘同開發者習慣攔住。中國嘅 Token 工廠亦冇辦法直接替代美國嘅算力地主。前沿訓練始終需要最先進嘅極紫外光刻機做出嚟嘅硬件。華為騰追得再慢，短期內亦補唔上同頂級 NVIDIA 晶片嘅物理代際差距。兩種權力各自按照自己嘅軌跡運轉擴張，各自去尋找出口。黃仁勳就係硬生生夾喺中間。佢原本以為自己係呢個時代無可取代嘅大贏家，算力係上游，模型係下游。佢兩家都供貨，覺得自己係唯一嘅樽頸。但呢個樽頸嘅位置正在雙向鬆動同崩塌。上游嗰半邊，5大地主自己瘋狂做晶片防備佢；下游嗰半邊，中國用國產晶片硬生生跑出咗自己一套獨立嘅 Token 生態，向咗擴張去投資 OpenAI 同 Anthropic， 結果防守唔住下游；向右擴張去搞模型同系統，又未證明到自己可以守得住成個技術站。佢一個人面對兩條戰線，腹背受敵，面臨住極度嚴峻嘅增長困境。佢喺博客入面講嗰句必須有嘢將電子變成 token， 表面上係替 NVIDIA 嘅未來做辯護，但呢句話本身已經徹底低頭承認咗，呢個時代嘅硬通貨絕對唔係電子，而係 token。而目前全球生產 token 最密集、最有效率嘅地方，已經唔喺美國。夾喺呢兩種水火不容嘅結構之間， NVIDIA 正在一步一步失去佢最舒服、最賺錢嘅神壇位置。商業世界從來都無永嘅霸主，只有永嘅利益博弈。大家睇住老王點樣喺呢場超級大洗牌入面出招拆招啦。我係廣財哥，如果你中意呢種硬核嘅商業拆解，記得留意我哋頻道，我哋下次再傾。